3年考早，8米考早。歹势拄则房间一开啊，无拄好就甲关起来。这设计吼，足害，无拄好去试着。OK， 好，我拼 link 好啊吼。直播 YouTube 直播 YouTube 直播伫倒？伫遮。OK， 好，顶回头壳车啦吼。第9个公布第6期35页，就是第35页是第几页？风较水。等于是第6期的第3页吼，伊页数是35啦吼。讲吼，遮就是第35页正手边上尾即段吼。上款伊开大会啦吼，开大会，开大会啦迄个发言的记录伫遮吼。讲，因即工因咧讨论的拢是迄个算教会学校办学校的即个代志吼。拄仔遮所讲有影吼，亲像目屎囡仔100外个兄弟，也是较要紧中国册，较无后一仔。因为即头阵阁是大清帝国时代吼，较无要紧政策吼。若要互传道理的人教伊，毋过因逐日另外有工伫做，惊了无法得吼。若要互传道理的，就是都爱请先生嘛吼。因若讲用传道，就是传道理的，就是牧师啦、传道啦吼、传道人啦吼。因讲意思是即寡人有另外工爱做嘛，就是传道的事工爱做嘛，所以无法度专职来做先生嘛吼，学校的先生，惊了无法度吼。若要读白话字的册，有兄弟通教因吼，教会兄弟会使教吼。亲和讲，我看人拢是较要紧孔子字就汉字啊吼。当一个人毋爱读白话字，因的囝也毋爱读。人若是要读传道理的人，着欢喜教因吼。所以上看年迄当阵伫教会，拄则开始要杀白话字嘛是诚辛苦啊，因为一般人惯势拢读孔子字嘛吼。林子中讲，林子中所讲实在有影。传道理的人若要教白话字，无啥人爱学。我去目屎接义兄的课，义兄是某一人的名，叫做义。人若肯读，我欢喜教，总是因颠倒藐视我吼。一直以来拢是安尼吼，学汉字的，会晓汉字的人藐视迄个所有写拼音字的吼。这是莫名其妙啦吼。
好，即种心态即嘛阁有啦，无爱批评啊吼。苏家因讲，人讲小学着熟，犹佫是真学。照我想，要请先生是较学，摕钱招学生较快，就是摕钱应该是就是募款来招学生较快。要识小学着大声，看有拄好的先生，毋通请世俗的人。检菜大学的学生毋免拢去传道理，有会通来教小学，等有识中学，望后来较有法度，伫府城识讲的也是好。不过，识公立学校啦吼，伫府城识讲的，毋是公立学校，歹势，应该是这是府城识讲的学校，就是，互各教会当来读的啦吼，也是好。不过是恶质，因为囡仔细汉，逐位识是较好吼，就是莫识讲的识在各个地方吼是较好，因为囡仔较细汉嘛吼，总是较学得正吼，但是困难嘛，你每一个所在要设一个学校，哪个钱吼？周步霞讲，小学的确着熟，着大声地勉励兄弟，大声地勉励兄弟。我无解清楚即个题是毋是，就是募款迄个题哩吼，题言迄个题吼。即题言即个词，咱伫咧读教会公报的，敢若是足早啦吼，敢若第三期、头前几期都有捌学咧即个题言吼，就是有一篇文章就是讲题言吼，有一个牧师讲道的，伊的主题用题言，所以咱就知影讲题言是募款吼。题是问题的题啦吼，言是缘分的缘吼。所以即个题里应该嘛是募款的意思吼，着大声地勉励兄弟，甲因贫囡仔若要读册，着读白话字吼。这什么意思啊？小学的确着熟，着大声地勉励兄弟。我无都理解即句话什么意思吼，着大声地勉励兄弟，甲因贫囡仔，甲因品啦吼，就是先讲大声吼，即个品字咱嘛捌学过吼，甲代志先讲大声，先破明的啦吼。讲囡仔若要读册，着读白话字吼，甲圣经以及孔子字吼。前大会有设法度，要请先生的薪金，本堂教会着出一半。本堂教会本堂什么意思？晓得啦？本堂就是舞会啦吼。我早者看，因为即个词可能是教会用的词吼，词典可能无。本堂无吼。OK， 要请先生的薪金，本堂教会着出一半吼，就是意思是，你在地教会家己出一半，本堂教会家己出一半。我打算毋通
的确着安尼，着大声查看。若说会起，就的确着请教会的兄弟做先生；若说袂起，传道理的人毋通放煞，着看逐礼拜一两部，通叫囡仔来读。若要请先生，着请月，毋通请年。就是照月份来请啦，来请啦，伊是即个请，但是我拄则拢读变调，请月请年。李定言讲：我伫想，囡仔要读册，着有定着的次序，大声读白话字。到会清楚，就通读三字经甲四字经，后来读圣册，的确毋通伫小学读孔子册，是惊了袂识学生。基米讲，要识学。逐样是好，轮到小学伫府城设讲的是好。在阮遐，囡仔是有，总是囡仔8岁，要请较悬的先生是无路用。兄弟着欢喜请较随便的。较随便的是啥物意思呢？较毋敢自高兄弟着欢喜请较随便的，较毋敢自高。看官府的学，先生伫困，伫食鸦片。拢无要紧学生。阮伫目沙散乡，犹久兄弟欢喜出淡薄，请往来兄教。我即段我搁看一遍要识学逐样是好，论到小学伫府城设讲的是好。在阮遐囡仔是有，总是囡仔8岁，要请较悬的先生是无路用。兄弟着欢喜请较随便的，就是较凊彩我无理解较随便的，较毋敢自高我知影随便敢有啥物其他的意思？随便，随第5声，便第7声。随便就是随意自由啦无特别随便菜随便啥无特别。随意自由是讲随便看随便出来，无遐随便，自由随意所以即是讲请兄弟着欢喜请较随便的，就是较随意较毋敢自高袂讲家己足骄傲安尼啦看官府的学讲这官府内底官府会办的学先生咧困伫食鸦片上课咧困遐厉害，佮咧食鸦片拢无要紧学生阮伫目沙散乡，犹久兄弟欢喜出淡薄，请
请王来兄教吼。潘明和讲，继续读8.47分。小学识讲的是好，总是惊了囡仔伤细汉，逐位另外也着识。若识袂起，较下的兄弟通教因白话字吼。若识袂起啦，就是用家己兄弟吼，家己教会兄弟较会晓的人啦吼，教因白话字甲道理。另外，传道理的人一步着教因写字算法就是算数吼。总是济囡仔较无本事，着稳稳教因。我也拍算的确毋通请世俗的先生。我伫大社捌拄着即号有甲道理对敌吼，就是先生甲道理对敌啦吼，甲因即个基督教道理对敌吼。阮伫礼拜的时，伊伫拜堂的门口伫摇龟挂哦，摇龟挂伫咧算数啦吼，毋是算数算命啦吼。时到吟诗祈祷四线吼，就是因这大会记录啦，甲写讲时到吟诗祈祷4线吼。伊讲请即个世俗的先生有诶，伫门教会咧聚会，当门口你摇龟挂吼，摇迄个摇签啦。啊，因为基督教无咧算命啦吼，基督教认为一切伫上帝手头吼，无人咧算命吼。OK， 拜六顶晡9点钟，搁再自习。巴牧师做会证，是要出在正人议论什么事拢总通吼。所议论是亲像下面遮的，人已经律伊的职，通搁再请伊也毋通。人已经律伊的职，律伊的职吼，律伊的职，歹是律伊的职。律伊的职是啥物意思呢？我先查下律字。律呢，白脱律，比如讲律贼、律头毛、洗袂律、拐仔头律去。或者是找一个例句，叫做“话得放开，袂得顾虑”，意思就是代志中途志败引起困扰，会得放开，袂得顾虑。即个俗语我咧看无吼。会得放开，袂得顾虑，看无。第二意思是磨擦了后落去，比如讲律仙、律过门，哦，这我知吼。律仙就是你用手去搓身上的这个什么？律仙啦吼，迄个去搓身上的油垢啦吼，这叫做律仙吼。律过门就是你抬过的时阵，过门爱甲清掉嘛吼，迄个清的动作叫做律，就是甲过门甲
捋落落去，安尼吼。捋土豆毛，捋土豆毛，土豆毛在吼，花生的，迄个有一根毛嘛吼，捋土豆毛甲捋掉吼，捋土，所以即个捋即个动作就是安尼吼。但是捋节什么意思？较遮佫看无吼。第三个是骨肉，囡仔坐毋坐爬起捋肉吼。介绍较律，介绍较律吼。头名律做三名，就是对第一名律落去第三名安尼吼。律落去第三名吼。放伫头前仔会变调吼。第四是被罢免，律官，律官就是罢官嘛吼，就是去用罢免或者是华语叫弹劾，我查一下这个弹劾这个音。无即个词啊。台语叫做克奏，弹劾吼，或者是弹奏。弹奏另外一个意思是弹奏音乐啦吼，但是另外一个是就是弹奏，弹就是弹劾迄个弹嘛吼，奏就是上书叫做奏吼。OK， 所以克奏或者是弹奏。头路落去吼，律官吼。第五个早起，律仔，律仔，应该啊前变调，应该是读变读是不就是读本调吼，律仔先吼，律仔先 ，scammer， 律仔先吼，律人的钱吼，律人的钱，创动员律人。第六个意思是接近生殖期的动物，牛律仔、鸡律仔、牛律仔、鸡律仔、人律仔吼，我拢拄则读毋对去吼，应该是变调。牛律仔、鸡律仔、人律仔，毋捌听过吼。但是读几部这词典内底拢无即个律啥物七个意思啊吼。人已经律伊的职，通搁再请伊也毋通吼。所以即个律伊的职，应该是拄则迄种罢官迄个意思嘛，就是已经无在迄个位啊，无伫迄个位咧做迄个担任迄个职务啊吼。对，所以应该是迄个意思吼，罢官吼，就是个遮吼。律官吼，头路落去吼，头路落去嘛，就是律伊的职嘛吼。人已经律伊的职吼，通搁再请伊也毋通。要设礼拜堂，就是安静的所在，还是伫家市呢较好势吼。这拢会使讨论就对啦吼。兄弟若歇暝伫礼拜堂看
看因的所会，就知影吼。总是逐人所讲的话无通记，搁托中几若人着写继续。托中几若人着写啥物？四线啊是四散的对，无毋对吼。我即摆咧看芭比写老的话吼。好，搁托中几若人着写批寄去户尾的教会甲下门线头的大会，又着写批请安马医生甲民牧师伫祖家，祖家是倒位啊？写批去户尾，寄去户尾是啥物意思啊？哈，寄去户尾教会，这是北部的教会啊，这和南部教会有啥物关系 ？OK， 甲下门线头的大会，吼，好，咱继续看吼。后来，土牧师甲巴牧师有讲一项真要紧的，是因为遐个长老自执不过是要议论代志，已经议论定着，还袂有权通设法度，互通教会的确着趁就是顺服吼，遵从啦吼，叫做趁道理，遵从道理吼。但因为伊讲最要紧的代志就是因会当议论，但是无迄个权，设做迄个法条就对啦吼。但因为教会拢是一体，一所在若有啥物无好势事，毋是因即所在的代志，若定就是通教会拢有份，所以通教会应该着设法度，互迄所在较大兴旺吼。但照咱即叠的款，金斗教会的长老，金斗吼，金斗，我记得咱捌读过呢。金斗就是最近的款。哎呀，金第七声，斗第一声。哦，金斗是副君啦吼，金斗、郡斗吼。当照咱即叠的款，近斗教会的长老若要来插，惊了互人嫌伊伤过分，若无插，是亲像无啥体贴吼。所以咱长老教有即个法度，就是逐所在的教会着找一个长老，通来甲牧师自执，毋若三甲议论，
有关通办通教会的事，甲伊订发，互通教会着趁。订发是啥物意思？甲伊订发 ，TENGHOAT。无即个词啊。我咧摇啦吼。所以订发啦吼。我拄则写毋对吼，订发。订是第七声，订法律的意思啦吼。订法啦吼。定则规则定法吼，大理大书典有修吼，1932年大理大书典有修定法。汉语是用一定的定吼，法是法律的法，定法吼。OK， 牧师就是逐所在的教会，着找一个长老通来甲牧师自执。毋若三甲议论也有权通帮通教会的事，甲伊定法，互通教会着趁吼，甲伊定法律吼，定落来啊，互通教会拢来遵守就对了吼。就是逐位的教会着有长老会通办伊事的代志吼，也通教会着有长老大会通办公的代志吼。伫下门线头已经有设一个法度，咱台湾还袂有，当请逐位的兄弟来想即个事，看圣册受教示，求上帝开路。别日若设一个法度，众兄弟着欢喜来顺趁。OK， 好，咱继续读啦吼。拜四、拜五两暝远，大会有组织听逐所在的消息。拜六下暝组织祈祷会吼。安息日下晡自执三甲食晚餐，又搁地银，总共差不多27箍半。寄去帮赞阿金哥一家的人，因为因伫议论庄带袂牢。就走来杜君英，杜君英是因遮一个船头叫杜君英啦吼。到安息日下暝自执，感谢上帝，互咱有即号的机会通自执。今年的大会就明白，明白就是结束啦吼。明白。明白，第一个意思大家知吼，明了吼，了解。第二个意思，明了了解这东西大家知嘛吼，明白的事，当到明白啦吼，这就清楚的意思吼。另外一个意思是，就是咱即马即只教会广播者用的吼。就是整理好势，就是已经完事啦，已经代志做好啊吼，清楚明白，代志明白吼。好，大会明白啊吼，总算
到遮明白啊。好，咱继续看哈。37是第几页？看遮即支9个公布几页？即支9个公布8页啦吼。37是第4、第5页吼。第5页5、6、7、8，后手搁3页吼。第37页，照马太第一章所记载吼，马太福音段头一章有记载救主5个名。伫第1节称伊做大笔的后裔，即个是应验旧约的话吼。大笔王是旧约内底一个以色列足出名的王啦吼，大笔王。迄个以色列就是即马当你哈马斯战迄个以色列吼，当然是即马即个以色列建国是历史大战以后的代志吼。大笔王是伫罗马帝国进前，因就已经建国吼，一个上出名的王吼，叫做大笔。OK， 所以但是迄是旧约时代吼，伊即个耶稣基督吼，伫咧新约内底记载是讲伊是大笔的后裔吼，即个是应验旧约的话吼，因旧约内底安尼讲嘛吼，讲伊即只你若有兴趣再家己读啦吼，就是意思是大笔的后裔会到会出来拯救以色列人就对啦吼，伊的救主啦吼。撒母耳下卷17章20、13节、16节吼，即拢是伊讲的迄应验的就对啦吼。你家己有兴趣再去看。马太22章42节吼，在早大笔是犹太的国王，伊的后裔的中间，耶稣是大棒头的大囝。大棒头的大囝，大棒我知啦，大棒头我今日才听到吼，大棒头 ，PANG 第5声头 ，THAU 第5声，大棒头就是上排第一的迄个家族啦，排第一的迄个支族啦吼。接棒头就是应该是讲换家就对啦，棒头内的人。OK， 耶稣是大棒头，就是排第一条的啦吼。大棒头的大囝吼，若要用本国的人做王，应该着经耶稣看使徒行传吼15章，约翰福音19章诗篇72篇吼，即个家己去念。第二讲5个名嘛吼，拄则是第一个名讲大笔的后裔，第二个名是伫第1节称伊做亚伯拉罕的后裔吼。亚伯拉罕是圣经内底对亚当了后吼，亚当了后较有名的是啥物？拿阿搁来就敢若是亚伯拉罕啦吼。毋是煞一个亚伯拉罕，我是讲较有名的啦，较有名内底搁来是亚伯拉罕的故事吼。亚伯列罕吼，伊是写做亚伯列罕。亚伯拉罕上出名就是讲伊是信心之父，就是啥物？就是以色列内底信上帝上信的吼，信甲上虔诚的就对啦。信甲啥物程度呢？信甲上帝讲你甲你的囝绑起来，用叉甲绑起来，甲烧死安尼吼。
伊嘛照做就对啦吼。当然无伫咧上尾迄一秒吼，上帝甲挡掉的吼，意思讲好啊，到遮甲你试验到遮就对啦吼。啊，但是吼，我迄阵时看一阵，我感觉这是遮离谱的吼，即个安尼上帝，这是邪教啊！即嘛，伊即嘛标准来看，这邪教啊，叫你甲囝刣死吼。哦，这阿伯来汉的故事有兴趣甲你看吼。所以为什么伊讲是信心之辈，就是上信甲上虔诚的吼。上帝安怎讲就安怎做吼。这是阿伯来汉。第二吼，伫第一节称伊做阿伯来汉的后裔吼，耶稣啦吼，叫耶稣是阿伯来汉的后裔。在早上帝应允阿伯来汉讲天下万百姓要倚靠你的护卫来得到救。吼 ，OK， 创世纪第12章第2节吼，这的话是指耶稣吼。加勒太书3章16节，咱若信基督，咱也做阿伯拉罕的后裔，有份伫上帝所应允隆重的福气吼。加勒太书，这是基督教的特色啦，就是讲，因足强调讲新约的即个耶稣基督就是旧约所记载迄个救世主吼啊，所以你看经文的每一经对一节，就是写的，就是你指耶稣安尼吼。即嘛相款嘛，你这就是这啦吼。信的是真信啊，毋信的你安怎写嘛无效啊。第三，第21节称伊做耶稣，假说就是救主吼，假说就是我定来讲鬼说吼，假说解释吼，解说吼，就称伊做耶稣，假说就是救主，因为伊救伊的百姓出因的罪恶。当要亲像安尼救人，着两项，一项着替因赎罪，互因通得到赦免。看以赛亚书、加勒太书、彼得前书第一本的彼得前书，搁一项着顶头生因的心。顶头生就是重生啦吼。我想看觅华语教会安怎叫？我袂记华语教会即个顶头生安怎讲啊？我袂记啊，迄个书安怎讲？OK， 互因毋免趁私欲吼。私欲就是私心、私人的迄个欲望啦吼，有气力会行好吼。看罗马书、约翰福音、以弗所书、提多书，咱的确着对伊得到赦罪，搁得到清气相，清气相就是得到清气嘛吼。就通称伊做耶稣。好，第4个名，伫第18节称伊做基督吼。假说就是受抹油的吼，基督就是受抹油的啦吼。受抹油的就是应该是最王的意思啦吼。这是因伫咧较早伫中东因的迄个风俗啦，就是抹油最旺安尼吼，头顶甲你抹油啦吼。旧约讲弥赛亚是希伯来的话，新约讲基督是希利尼的话吼，所以基督 Christo 是希腊文嘛吼，希腊语吼，啊希伯来语叫做弥赛亚吼，弥赛亚吼，意思是相同。意思拢相款吼，就是抹油的最王就对啦吼。
古早的时，若要摄人来当节吼，着用油甲伊抹吼。若要吼，即才有解释吼，讲古早的时，若要摄人来当节就是当节之前拢有读过吼，就是伫教会内底主事的人吼，也是摒伫伊的头壳顶吼，就是抹油或者是甲油摒伫伊头壳顶，亲像摄人做先知吼，看热，应该是列王记啦吼，就是要摄做先知吼。先知就是会讲迄个参语就是预言 prophecy 吼。歹势，我手机要代志哦，我遮慢了。OK， 哦，列王上悬，列王记有上下悬嘛吼，上悬顶头有写吼，以赛亚书还是做祭司吼，意思讲着摄先知或者是摄祭司拢甲抹油嘛吼，民数记、利未记拢有写着吼，还是做王吼，我拄则讲做王的抹油吼。撒摩耳上悬有写着吼，列王上悬有写，列王记上悬有写着。耶稣得到圣神，亲像受抹油吼，就是伫咧新约内底讲耶稣圣神降临伫伊的对天顶降临伫伊的身上安尼吼，那敢若抹油安尼吼。使徒这是使徒行传内底写故事吼。互上帝设伊做先知来传上帝的意思。路加福音、希伯来书也做祭司吼，希伯来书写着吼，做王约翰福音写着吼，马太福音、使徒行传拢有写着。伊实在会堪得称作基督吼，这是第四个名叫基督吼。第五，第23节称伊做以马内利吼，所以有诶以马内利是基督教内底一个名啦吼。假说就是上帝甲咱伫地吼，以马内利的意思就是安尼，上帝甲咱伫地吼。华语教会讲上帝与我同在吼，因为耶稣就是以马内利的意思吼，因为耶稣两个姓。歹势，因为耶稣有两个性合做一体，两个性呀，一个是神，一个是人啦吼。伊是上帝，吼，比如约翰福音第1章第1节讲，伊也是人吼。约翰福音吼嘛有写着吼，所以是上帝甲人三甲伫地吼，讲耶稣有神的性，有人的性，是神嘛是人啦吼。这是主流基督教会的讲法啦吼。啊，毋是主流基督教会，就拢已经叫人打去啊吼，就是拢感觉拢做异端，拢拍做异端去啊吼。譬如讲，耶和华见证人吼，因敢若就无个认为耶稣基督有神的性，认为是人尔，毋是神吼。我毋知讲毋对，歹势啦。我对耶和华见证人无解释。我知影有诶人是认为讲耶稣无神的性，是敢若人尔。啊，所以但是即种诶拢，即种诶伫咧古早时代拢已经一步叉徛伫遐，等要甲烧死啊！所以敢若安尼主张诶人拢烧死啊！吼，啊，所以即马基督教会拢讲耶稣是有神的性，有人的性吼。啊，当然较这是基督教一个足害的所在吼，就是袂堪要互人无共意见就对啦，无共意见就直接就一幕好甲你烧死吼，或者是甲你一般是烧死啦吼。所以通做人的救主，伊若是上帝那定，伊袂会受死，
来赎人的罪吼。若是人尔定，意思是讲要赎人的，要受死赎人的罪，就是爱做人嘛啊。啊，若是人尔定，伊死的功劳无够也通救万百姓吼。就是人无即种才调啦吼，爱信才法度啦吼。当咱做耶稣的百姓，上帝实在甲咱伫地，甲咱和好吼。基督教因为去互拍做异端啊，小事的吼一堆啦吼，免讲啦吼，我伫就是较早是安尼啦吼，即嘛袂啊啦吼，即嘛是甲你请出教会，叫你出去尔，袂甲你小事吼。好9:23分哦，已经头尾1点钟啊。看一下有啥物问题无？好，无啥物问题吼。23分好，我阁继续读吼。请逐位会传道理的用顶面所记的道理，帖明互兄弟会晓得吼。帖明汉字是帖，就是猜信刀伊猜吼。帖明就是明白的明吼。帖明就是解说互分明吼。分析互分明吼，互兄弟会晓得，就是爱教兄弟讲耶稣基督是神也是人啦吼，是伊有神的性，也有人的性啦。意思讲即爱教清楚，莫互教会兄弟毋知影吼。即嘛长老教会应该原来是搁安尼有咧教啦吼。你若去一寡新教派、迄寡灵恩派吼，因都无咧教这个啊吼，因这都对因来讲无重要吼。好，若要搁议论耶稣的名，通用约翰福音段第1章所记的名来论，遮个名记伫下底吼。哇，遮侪13个，好咱看吼。第一，道就是道理的道啦吼，道第1节。第几节我都袂读啊吼。道第2，上帝吼。所以这实在是吼足 confusing 吼。耶稣基督也是上帝，啊耶和华是上帝吼。所以基督教家己解释讲，阮这叫做三位一体上帝吼，就是三个合做一个啦吼。有人就感觉你莫名其妙吼，但是会感觉你莫名其妙伫咧。几百年前拢已经烧死啊！吼，烧了吼，即嘛已经无人莫名其妙吼。第3，真的光吼，真的光真光啦吼。第4，上帝独生的囝吼，伊本身是上帝。第2，本身阁是上帝独生的囝吼，即足侪人看甲雾煞煞吼。第5，耶稣基督吼。第6，主。第7，上帝的羊羔吼。上帝独生囝即嘛变做上帝的羊羔。第8，律比就是犹太人讲老师啊，吼，讲迄个 master 吼，律比。第8，弥赛亚就救世主吼，拄则有讲到弥赛亚嘛吼，抹油的啦吼。第10，拿撒勒的人吼，因为耶稣基督是到位的人吼，拿撒勒的人。第11，约瑟的囝。第12，以色列的王。第13，人子吼。好，9:26分，分别八音哦。即只要来教大家白话字的八个声调吼，8个声调吼，咱来学看觅吼。阮常常苦劝人，毋若着读字，也着学写。有诶去学9字头字
学到二头二尾拢熟吼，二头二尾拢熟。不过要落音号，常常落毋着。音号就是迄个声调符号啦吼，落毋着。当下面有因几若项是超工无落号吼，要互恁家己分别遐个音，着大声读一遍到明白迄个意思，后来举笔来记。头一站所引的就是马太5章第1到第10节，互恁记明白，通现圣册来对。记明白什么意思？就是互恁记甲符号记了，拄则明白有讲吼，就是煞嘛，完事吼。记完了后，通现圣册来对照啦，对照看你家己写对毋对啦吼。看对啊毋对吼，就是我拄则讲吼。其余所引的是对初学阶梯，这什么意思啊？初学阶梯，初学我知啦，阶梯是啥物我毋知吼。初学就初学啦吼。阶梯是啥物啊 ？KAITHE。阶梯，哎呀，是我的电脑无电啊，是安怎拄叫？阶梯，台语大词典讲是 ladder 阶梯啦吼，阶梯文言的讲法啦吼，我毋捌听过。等我看卖我电脑是无电啊哟。9:29啊，无电嘛，袂要紧啦哈。OK， 其余所引的是对初学阶梯吼，假说记明白，通摕互较会的人，甲伊评吼，评就是评断吼。即号的讲是较无合伫安息日，着听候拜一来做吼。意思是安息日毋通做这啦吼。啊，下对这大家要做练习无？OK， 好，咱后回再来读啦吼。读这无写声调符号的，读看会读会出来袂吼？后手搁2页嘛吼。38页。无声调符号啊，会学袂用。学袂用，你摕去这做 homework 啊，你做转去写看觅啊，写看有法度无？嘿啊，第8啊，第5页吼，38页是第6页吼，咱已经读到第6页，后手搁2页吼。好。这真正好个练习啊！安尼你就会迄背声调，就我都会晓个。写看觅，但是你爱晓变调啦，无其实有时啊，你音讲会出来，袂晓毋知伊本来本调是啥物，你写袂出来。好。我要安怎啊？我毋知要安怎转来即个。好 OK 好，转来房间啦哈。Eric 啊，鱼是余文哟，我毋知鱼啥啊 Marina 欢迎你哦，佮 Connie 吼，好，感谢恁来读即个教会公报吼。教会公报这2期实在有够无聊，拢咧讲因大会记录吼。啊，较趣味的就是，有时伊写一寡咱毋知吼。我当然我知影会甲各位
解说互大家听啦吼。我所理解的部分啦吼，我应该算理解足侪啦吼，知影算伫教会内底应该算学足侪人吼，所以当甲恁解说足侪物件。但是其实圣经我读无透啦吼，讲起来歹势吼。好，若有问题会当讨论要举手问问题啊是啥拢会使吼。啊，若无我就要来关房哦。好，安尼祝各位今仔日平安快乐。好，关房咯。好，多谢大家。大家再会。